ATM 予民眾方便領錢，煞也成為詐騙集團騙錢的媒介。車手常常會用安全帽仔，也是喙暗甲面炸掉的閃騙警察。台南市去年5月份，率先跟中華郵政合作，推動 ATM 科技轟炸。車手提領的次數大幅降低70%，從286次、66次，286降到86，降低了70%。那今年開始，中國信託也試辦了，也開好像76台還多少台哈？那車手提領次數更厲害了，降低97%。試辦一檔科技轟炸措施的效益成果攏相當的好。根據統計，114年全台詐騙財損金額高達893億，拿到透過熱點 ATM 提領的詐騙案超過10萬件，其中台南市大約9434件，犯案車手374人，顯示利用 ATM 提領詐騙款項的情形猶原有一定規模。我們期許中央與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持續公私協力，未來全面普及 ATM 相關安全功能，落實防範犯罪轉移，打造安全可信賴的金融交易環境。台南市政府甲金融機構建立的合作模式，已經成為全國打擊詐騙的重要典範。行政院表示肯定，全台目前已經有15間銀行、1594台 ATM 有相關的警示系統。有家佇今年底之前，公告銀行 ATM 有轟炸警示功能的佔比，將大大提升到20%。台南新聞所發陳鴻報道。